絕境巴西烤肉，午餐只要1300 yen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於橫濱米拉多米尼馬居道車站，出行3分鐘左右。食巴西烤肉啊！咁我哋 go go go！ 呢度環境都幾唔錯，景色超靚，見到成個米拉多米尼 lunch 一個餐都1000 yen 多啲，加200 yen 就有 drink bar。come by， 睇住佢喺度轉，心情特別舒暢。今日主角真係睇到都流晒口水。巴西燒烤 set 1300 yen，mix 拼盤1100 yen， 個飯勁大個，呢個係烤牛肉，牛味香濃，個牛脂勁正。正 this 呢個係烤香腸，呢個食落口有驚喜，一咬爆汁，推薦。仲有其他配菜都一樣好食，忍唔住飯都要食多幾啖啊！日本小姐姐試食。見佢食得咁開心就知正啊！2個人加埋2800 yen， 呢度午餐都有放題，一樣唔貴，空間闊落又有靚景，呢個價錢值得推薦。Allegria，下次再見。